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3月10号表示，他计划正式辞去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导人职务。达赖喇嘛星期四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的西藏武装暴动52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称，他将退出政坛。早在1960年代起，我就持续主张西藏需要一名领导人，由西藏人民自由选举出来，得以让我移交权力。现在明显是实施的时候了。达赖喇嘛的这项提议还需要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议会于下星期一正式批准。这个普遍预期的举动被视为西藏流亡政府的现代化，以面对北京当局的压力。由于达兰萨拉早有民选西藏总理担任政治领导人，76岁的达赖喇嘛长期以来自认是处在半退休状态，但他仍旧是西藏的精神领袖。新唐人记者陈新梅综合报道。